到一公，分到一公，目前人午安。目前人午安。各位前行请中道。时间一点吼，已经11点了，要早饭了，要11点。你想啊，大家讲，听着吼，是咧敢若过快吼，虽然讲跟这个新闻研究吼，当然因为这是心理上的问题，心理这种问题，其实人这个吼。万人拢太平啦，若这种啦吼，细个方面啦，蛋拢唔使食啦，无花生气啦，毋是细青鱼啦，感谢咧，无花生青鱼细青鱼，咱修到就修这个修，要修到单纯，但是咱修一世人修袂单纯，迄个单纯啦吼，迄个单若要伊甲讲起来，迄个上边的上吼，这边叫做时啦。叫做单啦，要时单，就是讲看迄个单啦，时就是代表看嘛，单嘛看迄个单。咱若要会单纯，要会上来看迄个单，单就是讲无杂念啦，无奇怪的物件。若足是奇怪的物件，足是无单纯的物件，嘛足歹斗阵啦。你要相信我，人歹斗阵就是无单纯。咱人单纯，就好斗阵。是咱无单纯，上济啦，爸囝、母囝、朋友、亲情，拢是安尼。本来无代志咧讲话，但是你若加上一个物件，就能创一代志出来啊。迄两个字啊，咱是咧讲话哦，咱是咧讲话哦，安尼就无代志。伊至少叫文叫咧讲话。我无安，我唔该安怎结着要讲就讲。咱咧讲啦，就知影。你给想出来，所以咱若有足侪问题，这问题吼，咱中央我是一条中央，到底中央可能电力差不多50-60个来啦。我做着去剃头毛啊，我剃头店迄个洪太太咧甲我。咱中央吼，昨拍死一个人，我是拍死什么人，我唔知影。伊讲吼，咱中央迄个万来啊，毋是即个尔嘛，毋是即个万来，伊即个叫政府啊，即个万来，嘛毋是迄个个太出去迄万来是中央一个万来啊，安尼啦。迄个万来是咧做花工少的去听，花工少的，所以呢，因为即嘛。我听讲即摆是咧使天花，因中央有一个卖那卖草鱼糜啦，草鱼糜你听无？因中央内底卖草鱼糜啦，卖草鱼糜，因为迄个万来啊，爸时间买卖草鱼糜来食。是听人讲吼，伊个草鱼糜歹食贵啦，歹食搁贵啦。但是即句话到底伊是面中啊讲的，还是传奇？我嘛毋知啦。听讲是传奇啦，毋是真正咧讲的啦，人去甲学的啦。但是即个卖草鱼糜即个吼，怀疑在心啦，足不满啦。你毋敢要就阿兄较爽，伊即个怀疑在，我想啊你听无？你互我拄着吼，我要甲你安怎呢？愈想愈气，啦，对毋对？因为迄个人都无收，我听讲迄个食毒中央。就因为甲迄个后10点，讲伊出去了，发现了就满个，讲用20啊，当这个心脏甲装伫这个病院啊，拍3年倒里啊去鼻喘，你啊鼻喘要甲趁啊，你莫假啊，起来你莫假啊，讲要甲趁，你假，3个病假死，死当中呢，因为警察做一个人压。因为我去甲剃头，我剃剃，我伫遐看一个草鱼糜，关起来就对啦，关起来。一句足简单的话，拍死一个人，我两个家庭拢可怜。第一个问题，因为拍死这个已经有娶有太太，伊
伊今仔日的事情嘛，你去外口来趁钱，一个家庭可怜50外岁尔，你话这个家庭，当然我听讲这那是有老公，那是无结婚啦吼。啊，伊这个家庭这个时代人，敢免为这件代志来痛苦？敢有为了这件代志，吼来外好过日？啊，敢免为人，啊，敢免为了同生三母，为着这个话尔。为着这个话尔，造成人民啊，咱人啦吼，咱人迄个思想观念是较重要。伊来咱讲，听讲师讲的，咱要和谐，和就是代表圆满，协就是讲代表参与，和谐就是大家没有距离，所以也是代表伊个歌曲，现在叫做和谐号，和谐号，迄个和谐就是真正是咱。趁钱根本，嘛是咱平安的根本，嘛是咱快乐的来源。迄个和谐，今仔日你你太太袂和谐，你有好过伊路；今仔日你事情袂和谐，你有好过伊路。你出偌济钱，你搁出偌济钱，你讲你无法度好好相信。我看到你是我的眼中钉，啊，你是我的眼中钉，啊，莫分歧，是毋是安尼？过日吼，啊，人毋是存钱，这快乐无快乐。足侪钱的人过得足痛苦的，足侪钱的人过得足痛苦的，无钱人过得足快乐的。咱中国一个圣人叫做颜回，一本书一瓢饮，在路下伊不敢理会我家己咯，一本书就是讲颜回咧食饭。用一个铁锅啊，一瓢饮就是讲用一个胃啊，配一瓶水，伫迄个路边的巷头啊，咧食饭，人不敢机会啊，不家己咯。咱看到啊，孔子嘅大弟子颜回，食一顿饭食到真可怜，食到真厉害。毋过呢，因为快乐的人是啥物人？颜回伊落在其中，因为我今日食一顿饭，来咧快乐，来咧什么？因为为着一顿饭。因为伊是心内有真理，心内因为伊无哪，伊无烦恼，心内无带苦，所以人生你若好过日，人生你若快乐，今日讲出来讲，就是家庭，要创造一个美满甲和谐的家庭，这叫做幸福家庭。咱要记住，过去伫佛教授内底当中，咱家庭有问题。要剃头要去做尼姑，要剃头也去做一个微商，安尼叫做断金空哦。咱要离开某囝，啊，着我看到，咱我眼不见，啊，心中不乱；耳不听，啊，心中不慌。我着若我看到，我心就袂乱啊；我若我听到，我心就袂烦啊。干脆就走来啦，啊，剃头做微商啦，啊，剃头做尼姑啦，有无？有啦，你去内底甲看卖，足侪人即款的去的。但是你看到即马把咱的厝当作是咱的学堂来了尔，把咱的厝、咱的家庭做当作是庙事啊，你敢知影？所以咱是话，你看到把学堂、把家庭在家出家，在家里咧出家啦，离家庭就是咧出家，毋免着去到遐修行，啊，你毋免去到修行，就是你家庭爱创立一个和谐，啊，创立一个幸福。啊，要创造一个快乐的家庭，啊，这个家庭唯有就是修道，唯有就是修道，无修道绝对嘴甲舌拢会改掉，嘴甲舌拢会，嘴甲舌会改掉，这是一个常态啦吼，常态，大家拢会啦。我相信讲有80%、90%、90%大拢会啦，但是你发生这个代志了后，你有我多。几工来说，这代志是规个分哦。重点是这个所在，当下你规个这个功夫生活，无一工来爱规个，因为你拖入故事愈无好，拖入故事愈轻，拖入故事愈宽，拖入故事迄个轻的愈深，拖入。伊来讲病会久，迄受不了人。你若随发觉着病随医吼，迄舒好。但是因为你若把这个
病甲迄个3年5年，甚至甲迄个靠个从福音的，意思就讲讲，咱今日有代志要想解决，要先处理掉，大家一定爱放下。放下福袋嘛，解脱就自在了。但是咱唔知放下无？你的心内，你的心理有法度放下，你有迄个度量无？你有迄个放下无？你有迄个度量无？放下无？你有迄个阴阳和平的功夫？那么迄个我唔甘愿，我袂接受，我要害安怎？对不对？以前安怎，我安怎，爱要安怎，拢安尼。拢而且安尼补到了，补啊足侪想法，补啊足侪烦恼，补啊足侪痛苦，就补到无度解决，安尼才能解决。我拄则讲，拍死人，已经解决，解决无效，已经人拍死人，一定要补到了嘛。咱今日看到迄个迄三囝大吼，拢着补到，迄人死啊！人死啊！要算，因老爸甲因囝，因囝甲因老母就分老爸甲歹死，这个代志安尼要补到这个场面。但是因兄弟就爱补到小弟兄弟也亲来变啊死，安怎解决？阿某就补到迄个囡仔落个迄个迄个100度的，迄个烧水。通我时间来解决，协会拢总理这个咧协会，协会有效，协会拢有效。所以今日咱今想到一定爱爱有度量，爱有包容，一定爱家己这心有力量，人去接受人的人的意见，爱接受人的这度量。所以我是讲想到真正，咱真正把咱的生命有看开。把咱阴阳的功夫，给出来，那安尼咱人生过得就快乐。不过呢，今日咱的体育班差不多12点结束，而且就当中啦本来今年咱中秋节新闻山有办一个迄个中秋迄个纪念历史上因为做一个改变，就是讲今年咱迄个南部大灾难，大水大灾难，了足侪钱大灾难，咱搁在这庆祝中秋节感觉无意思。所以呢，因为迄个日本那个看法嘛是咱灾难足大啦所以伫即段内底，大家就知。不过因为伫咱8月15迄一天，因为有下达也是一个单位带10位大单位10个人来，10个人在去新闻山甲咱巡视过迄个追思68年纪念有这个单位所以这个所在定来各位这里宣布，最后就把各位来先进给我好，一切如意，谢谢各位。感谢目前慈悲前道济公、坤道济公一起并班。中华民国107年，新义神岩山义和圣堂爱祥启慧班圆满闭班，向无极南5行3级公平前道1济公，再济公，3济公，感谢目前人慈悲济公。感谢各位讲师济公、坤道1济公、再济公、3济公，感谢目前人慈悲济公，感谢各位讲师慈悲济公。
嗯。